请咱三角来祈祷。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阮的上帝，阮满心欢喜感谢你，因为你一听，伫你的创造，互阮享受。阮是你草场的羊，阮时常迷路，时常袂记得你，时常伫遐毋捌你。求阮的主，求你万掌管，互阮时常会晓听你的声，时常所行所做，都会当合乎你的旨意。阮每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的时，阮就感觉家己软弱，家己真济要做的，都无去做，反正做遐阮无应该做的事，被阮的上帝，求你赦免阮，求你过一摆用犹果的宝血来擦清阮有为的罪过。互阮白亲像洗一样，坎伫你的面前，称做你的囝儿，被阮的上帝。阮伫即个时阵，阮也少年一个人毋捌你的，求你互阮有气力，会当做光做盐，来伫遐互因。看见你，来认捌你，也有一个人身躯病痛，心神欠安的，求你医治，求你安慰。阮每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也有每一人心内也有一个爱向你恳求的声。你是感谢人内心的上帝。互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虽然阮无出声，会祈祷，犹原得到你来听，得到你的感动。阮今早起，阮今日下昼，三角组织伫遮敬拜服侍你，伫遮吟诗学道你，伫遮犹原要听。你的声，被阮的上帝，求你互阮每一个人拍开阮的心门，来迎接你的话，点伫阮的心内，互讲的、参听的，拢共时阵得到勉励。阮将所出的时间摆伫你的面前，求你圣化、引带及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袂堪拢是靠无罪主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每一摆来到伫教会，你毋知感觉啥款？迄个伫今仔日有足济款的教会。我有人去讲，政府几若款无共款的教会，伫遐感觉，拢总感觉无啥收成。咱再来，咱的教会，咱到伫礼拜堂，咱拢叫做咧敬拜，要礼拜。要服侍上帝，但是真济迄间教会一直渐渐伫衰退，是咧世俗化。但是我感觉心肝实在艰苦。咱教育拜堂，咱是要来敬拜上帝，咱来敬拜。伫遮是要朝见上帝的面，伫遐要听伊
迄阵圣经内面就记载，迄个弟麦，迄个巴底麦，伊伫遐有听见讲耶稣要经过迄个所在，伊真正期待，伊伫遐要调见耶稣的面，伊伫遐为着要见耶稣，伊真大的努力，伫后叫，伫遐，要见着耶稣。果然耶稣，伊有听伊的声，伊叫人去叫伊来，所以伊真正欢喜，伊伫遐逼个吊跳，伫遐将伊最宝贵的物件，就是伊的衫裤，甲等咧，要去见耶稣。迄个心情，要去调见，要去见耶稣，迄个心。咱做一基督徒，但是时常当中都爱想，所以到当时，咱伫敬拜时阵，拢袂记住，拢总是就伫遐，礼拜就是要听讲道尔尔，其他的敬拜的部分，拢总真正忽略，无亲像迄个巴底麦，伊伫遐。爱见上帝，要爱见耶稣的面。咱的礼拜，咱是要见上帝的面。你看看，因的假如教徒，是遐个敢，毋是信主的人，因到伫庙里，到伫迄假如庙寺里，因的心。因的敬虔的态度，实在是互咱有当时咱有爱检讨的所在。到底快乐，拄做亲像耶稣伊对巴底麦讲：“你爱我，你做什么？”咱来到礼拜堂，你爱得到什么？可能每一个人无共款，但是咱知耶稣伊对巴底麦讲：“你爱我，甲你做什么？”巴底麦伊听伊讲，叶波人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爱得到看见，我爱得到看见，其他毋是重要，我爱得到看见。”我真正清楚，我所需要的，我所需要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伫圣经内面，伫遐有真侪所在，拢总有讲起目睭的代志。巴底麦伊爱得到看见，伫遐咱头拄仔所读迄个经句内底，有人记得目睭。若过通心苦毒，咱虽然咱有目睭，伫顶位置，我这讲道的时阵，我有用相片，个图互咱看，大概伊礼拜有来参加礼拜人，大概看伊就知影。咱的目睭。时常，但是咱感觉你有看见，其实是无看见。你看见的物件，其实是毋是迄个物件。因为咱自土所做起求，咱软弱，时常环境情形无共款，你所看见的无一定是迄项物件。后当时咱讲，我都明明都看见，咱台湾话一句话讲，你就看见鬼，就是讲，你看见都毋是事实，你看到鬼，所以你讲有看到，其实是你看到一
参入真正的无共款。所以这目睭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伫咱的圣经内面，迄个有几个所在，拢记载，启开目睭，伊是遐所看见。迄个头一个，迄个咱着看创世纪21章第8节到21节的内面，伫遐所记载，就是说撒拉。伊记记阿伯拉罕，叫阿伯拉罕将伊跟夏甲，从夏甲所生的迄个囝，夏甲伊囡仔，甲伊赶出去。迄个时阵，阿伯拉罕一清早，伊就摕饼，从一杯地的水。看伫夏甲会顶身躯顶，就赶出去。夏甲伊带伊个囝，无法度叫赶出去，所以就行伫旷野，行到白西巴的旷野的时阵，水已经无，伫遐可能是个囡仔。伊个喙角枵，伊伫旷野迷路，伫遐行无路，所以伫遐真正艰苦心，将囡仔给放伫设到树的树骹，家己做离开一支钱烟灰，土路正对面坐，伊伫遐伊伫遐黄甘，即个囡仔伫遐，伫遐个喙焦，着枵叫死，所以伫遐啼哭，伫遐，伫遐吼，大声吼啼哭，伫上帝的罗卜有听见，迄个囡仔啼哭的声。所以都跟上帝的罗卜一定使，都对伊跟夏甲讲，夏甲，你怎样？讲你唔免惊，上帝有听见你这个囡仔伫哭的声，上帝伫遐讲叫伊喊起来，爬起来，看伊个囡仔，我将来要互这个囡仔食做一个大国。伫遐，夏甲就看伊个囡仔，伫迄个时阵，圣经记载，伫遐目上帝开，甲夏甲的目睭，伊伫遐看见。伊个囝有一个水井，有一个井，伊就拢真欢喜，都有水通啉，伫遐。伫迄个故事的内面，伫记载，上帝伫你困难的时阵，伫夏甲伊伫遐有赶出去困难，伫遐行无路的时，上帝犹原伫遐有这个陪伴。伊伫伊的身躯边，伊有个陪伴水井，互伊免地到伫遐吹打。咱伫行人生的道路中间，有时咱嘛会拄着困难，有当时会拄着跟生活的问题。人生的问题，但是咱唔免惊，只有上帝来开咱属灵的目睭。你伫遐，你要看见，你的烦恼拢都是假，你唔要烦恼，
讲，上帝伫你的囝有开井，伫遐要互你用。上帝的恩典伊够额，所以伫实用的内面，伫遐游玩，伫马太第6章25节到28节中间，遐记载，大概咱每一项拢真熟悉，伫遐要看空中的花鸟，伊无修行，无接触，伫车窗里，上帝游玩这起义，你看迄间山野的变红花，伊条无清楚。但是上帝互伊水，比甲所罗门结项目的时阵所穿的衫还佫较水。迄草，伊山野的草，伊今仔日无生，明仔载还佫互动，迄乌达还佫迄条马茶，伊敢继续，正干即只物件。上帝有缘的看过，好好咱，所以咱只有目睭你来救，你伫遐，你袂做梦，你毋免烦恼，你要食什么，要用什么，人生的问题，上帝当作有伫甲你陪伴。所以咱就放心。第2章，迄间伫往记伫下卷第6章到第8节内底所记载，就是讲这个亚兰王甲以色列人伫遐交战，伫迄个时阵，迄间亚兰王，伊感觉我都真古怪，逐摆我入要创啥物？我军队搭出去对一所在，伊拢总会知影。人讲，你都毋知。这因为跟以色列人，伊的先知，迄个以利亚，你伫甲房内伫遐咧讲的话，伊拢总知影。伊拢甲以色列人，你甲以色列王讲，所以伊就拢总我都闪避去。所以这亚兰王，伊只要安尼来杀，所以就就是派军队，真济军队，伫遐比起掠的跟伊丽莎，所以讲从伊丽莎，哇，迄个城规拢都围起来。伊丽莎的罗卜，伊清早起来的时阵，伊听，你就看，害啦，要安怎？迄个路敌人亚兰王的军队规个遐尼济，拢甲包起来。要知影，伊伫遐真烦恼，真惊讶。伫迄个时阵，迄间上帝的罗卜，迄间以利莎，伊伫遐对罗卜讲，毋免惊，因为伫遐叫伊毋免惊，讲主甲咱伫地，你毋免惊。伫遐。上帝，伊爱甲伊丽莎祈祷，了后，上帝有迄间，伊的罗卜，伫遐目睭，伊就顶起来，伫遐看见啥物？看见上帝的军队，上帝的使者，上帝的军队，比敌人的军队佫较济，伫遐火车、马车嘛拢比较济，所以毋免惊。虽然敌人甲咱包起来，但是
免惊，伫遐要对着你咧，伫遐要陷害你诶，你拢毋免惊，因为上帝诶军队，上帝诶火车、马车，拢比敌人诶搁较济。所以敢有一个敢诗人，敢伊有做敢做一首诶诗，伫遐讲，我的保护者伫身边，虽然看袂见，也无你。伊肯我就对大运费要降落哪落水，拯救的车群包围我，保守主所听的真假字。这就是毋但有甲放伫圣诗255首，我保护者身边。这个是一个英国人，是伫爱尔兰伫遐受教育，但是这个做这首诗的人，甲这个牧师，伊甲说明，伊的人生真正短，只有38岁，就离开世间。抑搁圣经内面，就是伫记里甲民数记22章1节到35节，伫遐就是巴兰，伊骑驴要去跟摩押去见甲巴力的时，所拄着的代志。这个巴兰，伊做先知，伊应该就知影对毋对，什么是上帝爱的，是无爱的。但是因为伊看见摩押王，甲参去米甸的王，伫遐互伊的金钱，伫遐答应你只有人去甲以色列人救助，我就用这的金钱、财宝，搁叫做富贵，拢都要互你。你若爱什么，我拢要互你。伊为着这个，伊可能目睭做个看袂清楚，伫遐毋知影。所以咱伫这个圣经的内面才记载，就是讲巴兰伊就骑驴，就要去的中间，伫遐拄着伫罗日耶稣的天使，伊伫遐举手，伊的手呢举剑，伫遐围，伫遐，所以个驴，伊骑驴要经过的时阵袂当过，因为驴看起敢有敢天使举剑，所以伊就闪避对远的这边滑落，就经过。迄个时阵，个巴兰，伊个真正无欢喜，伊就开接驴拍。搁在第2摆，上帝个使者我举剑，伫两边葡萄园的边的路，伫遐较早，跟驴看到，免伊就闪到惊，所以跟闪到惊要过，有拄着跟巴兰
下骹，所以跟别人流完手气，伫遐不拍个路，第三摆上帝使者，搁再出现，搁再伫遐较矮个所在，互伊袂闪入，徛咧徛伫遐个叫，牛我拄得闪，伊伫遐，迄只牛讲害了，无法度，所以牛做cover。较袂，都无要行，伫迄阵别人真正生气，伫遐伫甲甲拍，伫遐甲用手管个拍，伫遐我使出脑剑，我这个时我要甲你刣死。牛我以前我甲对你讲安尼，会讲我以前拢嘛足顺服你，逐项拢嘛甲你学习到好势。迄个时阵，上帝有别人，伊目睭紧起来，开伊个目睭，伊看讲再来就是头前就是有上帝个天使掠剑起来，阻挡伊要去个路，好甲在即只牛，甲即只个牛有救我个命，所以伫遮互咱知影，咱目睭若你伫遐永远会看见，上帝伊有当时你要做代志个时，伊永远伫遐会甲你讲，会主动你去做，会甲你要做个事，伊会甲你主动，互你伫遐，伫遐袂完成。时常咱踮伫即个世间，咱永远时常拢会看见，为着金钱、地位、名声、富贵，伫遐头壳都铁骨，真诶就看作假，假看作真诶，伫遐目睭拢总起花，佮最近伫个全世界的消息个内面，伫遐上轰动，就是讲做个武汉个甲肺炎个代志。这个代志，讲我伫新闻内底看，是安怎跟WHO，个秘书长，伊伫遐讲做中国做了上好。这中国对世界贡献上大，所以世界各国拢总是欠中国的债，伊牺牲很大，连咱加拿大去做个 WHO 个顾问，去中国这个设置，但是我做伊伊无设计武汉，伊做设计保育，甚至两个讲，中国做了上好。讲我若讲真正个互伊个患着病我要去中国医。我看者，安那安尼？你若真足去甲真足去甲想，迄种金钱。种迄落地位、金钱、名声，只靠伊伫遐，敢无采医学专家会甲头壳讲，无去，看袂着，看袂清，甲变做甲亲像咱我看着鬼，一样，做亲像甲顶边迄个，我感觉是互咱看迄图。都明明都是魔鬼，你甲看讲都是水查某，差真济。所以上帝若互咱目睭若金，你会判断，你会看，较会真实，较会对，因为你即阵上帝伊有缘伫遐，伊遐。有伫主动你有哪伫遐无看见？
你有因为你目睭，虽然你有急，你有目睭，但是所看是无一定是对。啊，但是咱世间人，咱真够，迄间将咱要做诶代志，有当时拢会甲合理化。啊，时常咱碰到代志，啊，伫要决定诶时阵，啊，伫一关系，但是拢想，嘿，跟咱着知识，着亲像纸，善良亲像钱啊，拢会影响圣经，啊来看咱家己个，会甲目睭无看见，会甲无清楚，啊，这代志。所以，目睭，咱虽然有目睭，但是咱其他外有属灵的目睭，将着互咱的目睭，互咱体会。啊，搁在伫新约的内面，伫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内底，啊所记载以马忤的路站。啊，遮耶稣两个学生伫路面伫咧行，伫咧谈论一个迄间关于耶稣死过活的代志，啊，伫咧谈论，啊，伫遐介行中间，一个人，就是耶稣过活，耶稣介十三角行，伫遐甲面对过，但是因为即两个学生目睭因迷目，圣经讲做迷目。所以，袂一日讲甲伊做咧行咧谈论，这个是耶稣。啊，伊也家己啊，伊跟拢都毋知影，啊，甲伊讲话，但是伫圣经内面记载，会跟伊到个以马忤要到的时，啊，伫遐会看天已经暗，啊，跟伫遐日头爬落山。迄间即个学生，有若是真好意，像做即个到做行即个，实在是有若是一个真，迄个真合理跟迄个真好的谈判，所以伫遐我都真免落求你甲万事做伙大，留伊甲伊做伙，啊，伫迄时。要啉食的时阵，耶稣伊摕饼，啊，伫遐掰开，啊，伫遐要分互迄两个人的时，因甲就甲金较合。原来伫路里甲我做伙即个，原来我叫伊甲我会甲留伫阮的厝里做伙人客，即个是主耶稣，伊伫遐伊甲开始。咱伫人生的道路内面，咱伫行，咱毋是孤单。耶稣伊永远时常甲咱做伙行，伫人生的道路的内面。啊，伫日本，迄个真正有名，一个敢有圣经学者大松甘生。哦，这是伫东京电台诶，较早东京电台诶教务长，啊，因诶教会，迄个因无叫做教会，啊，伊诶教会伊叫做无教会主义，人拢甲称做无教会主义。啊，像无教会诶教会，啊，你若会甲以前诶我去日本，会甲我听礼拜。因为礼拜，因伫遐会跟仪式，啊，跟有咱是会跟有因的一点，啊，因伫遐主张，讲出咱的祈祷，无一定就是出声的祈祷，讲是啊，因伫遐主张，讲出你伫日常的生活。
无论伫倒落，你的所行，你做一基督徒，你无爱亲受基督是同一样，就是讲做你无咧基督，但是迄个你的行为就是基督，就是了上帝看。所以甲因较无拄着讲形式上的基督，你这是讲无够会注意因会较特别的点，但是这嘛是对，因为上帝甲咱相甲起来，上帝甲咱相同行一人生的道路，所以伫什么时阵，上帝拢踮伫你的身边，所以你毋免烦恼，你会什么代志，上帝拢知影，所以咱就要时常求上帝踮伫咱的心内，踮伫咱的家庭的内面，迄个亲像即款，迄个有一个牧师，跟迄个牧师是跟属吉的人，伊差不多咱即摆伊差不多173年前，开始迄个牧师伫143年前，伊伫遐有写一首的诗，这首的诗大概咱嘛是真熟悉，就是这首诗，伊写的时是拄伊要退休的进前的一日，就是伊伫迄个一间的教会，伊牧会25年，25年后，因为伊真拍拼，但是伊甲的身躯伫迄个时阵真衰人，伫遐可能是甲关节炎种种的关系款，伫遐医生时常拢家考虑，讲做你就爱退休，搬去伫别所在，搬去伫较大所所在。伫遐静养，可能是较好。所以听医生的考量，所以伊伫迄落要离开迄个所在的正一日，拄是礼拜日，也是伊最后的一个工作，伊伫遐工作煞，迄个时阵是下晡时。跟顶下可能差不多共款，迄间伫下昼场，迄间伊伫遐礼拜山，就行去海边，伫遐看去，迄间日头伫要落山的情景，拄亲像迄间差不多咱所迄间咱所讲，迄个间。行伫伊玛国路站，迄个情景你要共款，日你要落，看伊真出水，伫遐感慨无量，伫遐咧想伊的过去，甲同是现在，甲同是佫剩的时间要行的路，到底要怎？所以伊迄个时阵，伊就。所以就写一首的诗，这首诗就是伫圣诗是伫368首，就是讲日斜西山，愿主你甲我同，暗暝若深，求你无放失我。无依我，东畔离别我去，全人的主，甲我徛起。
日子紧紧亲像流水过去，世前欢喜喜欢紧紧过去，四面所看，万物拢会变化，袂换的主，求你甲我应。逐时逐刻，我欠问主扶持，家己无路，常赢对敌隔离，只有救主带我，互我也自在，经过好歹，愿主让我心内，伊伫遐体会着，日要落就晚，人生的道路，头前所要行，到底什么款毋知影，伊伫遐求上，求主踮伫伊的心内，踮伫伊的家庭的内面，啊，伊写这首诗了后，隔日伊就离开，对甲苏格兰，要去迄个澳洲，迄个南部，啊伫遐要过退休的生活，但是无拍算，伊伫这路程要回到遐的时阵，啊伊伫这个城市，伫遐身躯因为伤过衰老，啊伫遐过身。所以，咱踮这世间，咱若有体会到上帝甲咱三角之地，上帝若有开咱的目睭，咱就看见的物件，看见的代志，会拢有共款，啊伫遐要看见，伫咱的身躯边，上帝甲陪伴，正伫遐教育咱，伫遐啉咱的生活好问题。啊，咱拄着对敌的时阵，拄着艰苦的时阵，上帝就开咱的目睭，咱就看见上帝的军队，上帝在保守咱的，比着一个搁较强，搁较济。啊，咱的目睭，咱若今，咱袂去为着较好，甲名声、地位、金财来甲咱卖，互咱伫遐。做，甲上帝所无无欢喜的事，求伫遐，咱会当平安，也伫遐受着咱上帝的话的教示，做讲咱，咱逐时逐刻，咱知主甲咱三角之地，咱求主。踮伫咱的心内，伊甲咱同行，伫倒路，拢咱通平安，通对行，咱无孤单。即条咱先咱三角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你的听堂内面，阮真捌你，阮知你是阮的救主，阮知你是阮的上帝。阮要挖苦你，伫阮人生的道路，阮有各种的事，但是阮知，阮若有上帝的目睭，若今会看见你的引带，你的祝福，你的帮赞，你的保守。阮头前每一人的路站。求你保守阮，引导阮，继续来行。阮安尼祈祷，告做名。